讲英语，因为你硬他来听华语，他也很困难，所以呢，只能够请我们自己的年轻人来影响他们。但是呢，新加坡人听华语基本上都听得到，就是因为新加坡政府还好一点，就是这个双语政策它没有改变，即使是不成功，它一直注入资金里面去发展双语，所以就是华语。虽然做的不是很好，但是他要感谢我们教会，为什么呢？华语教会帮他们推广讲华华语，因为在整个的包括政治界里面，当然因为新加坡政治有点他分割化，他虽然很亲美国，他非常对中国不赞成，所以喂喂喂喂喂喂喂。非常可惜，因为当年他地方要斩了，啊。
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伫主日，咱各会当做阵到伫主的圣殿来敬拜伊。咱即马三甲来读启应马太福音第6章启应文第55篇，咱三甲来读，请。人为着恁的性命，要啉食啥物？要啉啥物？得操烦，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啥物？得操烦。性命也毋是比身躯较重要，身躯也毋是比医学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敢无比因较贵重？敢有人想讲操烦，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恁哪会因为要穿啥物操烦？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样大丛？因无劳苦，嘛无纺织。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穿的衫都无比这个花的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在活，明仔载互人翕落花炉。上帝就安尼甲因打装他，伊惊会搁较恁甲恁装他，恁哪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毋免操烦，管要食啥物，是管要啉啥物，要穿啥物，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恁的天父知遮个拢是恁所需要的，要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遮个物件就会煞拢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是咱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咱安静咱的心伫主面前，请走到。
会得到，车会找到，拍门会甲恁开。因为求的就得到，找的就找到，拍门的就甲伊开。是请不良敬拜团带咱来学乐。感谢主，互咱各一班组织来到伊的圣殿来敬拜伊，请大家起立，来备欢喜唱歌来学乐主。愿备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愿备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愿备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有边的听。愿备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星星亲密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星星冠名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善意的我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全力全意上帝。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对你出来的所在，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唱一来对你唱歌，感谢上主给你教会你吃，行过去主你引带，我主你后了的使命，传道牧者纷纷来到市里，宣扬福音让我们得真理，宣教使命领受进到心里，差派我们传福音到各地，让礼拜堂一转眷里，有心陪伴塑造生命。我们愿意同行，放下自己，让福音的建立，让福音的建立。因着你，因着你复活的生命，看见你，看见你拯救了应许，依靠你，依靠你丰盛的恩典，传基督的福音。因着你，因着你复活的生命，看见你，看见你拯救了应许，依靠你，依靠你丰盛的恩典，传基督的福音。传道牧者纷纷来到市里，宣扬福音让我们得真理，宣教使命领受进到心里，差派我们传福音到各地，让礼拜堂一转接力，有心陪伴塑造生命。我们愿意同行，放下自己，让福音的建立，让福音的建立。因着你，因着你，因着你复活的生命，看见你，看见你拯救了应许，依靠你，依靠
我们的主，我们士林教会在这个地区要来传扬主的福音。看见你成就了应许，依靠你，依靠你，丰盛的恩典，传基督的福音。因着你，因着你复活的生命，看见你，看见你成就了应许，依靠你，依靠你，丰盛的恩典，传基督的福音，即传扬下去。传扬下去。主耶稣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因结连的，会结真多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主，你是阮的葡萄树，阮的生命要甲你结连，我免哪来哪亲像你。”是你生命连结酿造的模样，我亲爱，甲你拿来拿亲像，你是葡萄树，我是你生命连结酿造。
心来祈祷。因为上帝，我感谢你，伫主日的早起时，我要唱歌称赞你的名，我要保养你的慈爱甲信实。主你至大，有权能、荣光、胜利、威严，天顶地的所有的，拢是你的。主你用各款的好面，互阮一世人满足。你有慈悲，有仁爱，无快生气，阁有丰盛的慈爱。你是阮的上帝，我们迫切祈求你，亲像地抗旱无水，阮的心神喙焦较无你。所以，阮伫你的圣所找你，爱看你的权能甲荣光。阮的喙唇要学了你，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伟大的主，帮助阮伫活地每一天，拢袂晓算小你的作为。伫你创造的大自然中，伫每一日拄着的事物中，看见你美丽的旨意甲奇妙的作为。恩典的主，我感谢你，伫过去132年，你竞选侪信仰前辈，为上帝国牺牲奉献，推动宣教事工，建立属灵教会，结真侪水的果子，教育栽培信徒做主的门徒，一树林这个地区最光最严，引带人同行永生的道路。愿献上满心的感谢，愿确保主的同在，享受主每一日的供应，互阮的学老甲祈祷真侪阮的福气，用信心甲主的话真侪阮路上的光灯，引带阮每一个脚步，互阮哪来哪认捌你，学习亲像你，行伫主的心意中。但即时恳求圣神降临伫阮中间，充满这个圣殿。有我林牧师的嘴，予伊充满对主来的能力，照主的心意感动伊来透放真理。由你施落智慧甲启示的神，拍开阮的心门，予阮明白你的心意。我要谦卑来领受所听见的道理，来得到激励，一心伫主所交托的工。愿你的旨意伫城伫教会中，亲像伫天里。愿正信徒拢深深听主、顺服主、仰望主。愿一切荣耀归伫天里的爸。啊，愿将今仔日的敬拜甲学老，真侪芳芳的祭，得着主感恩。一时我们同心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伊一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互你带阮入你市，要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无亲。阿们。安尼七位，请坐。是咱要用四道圣经来做咱个人信仰的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本州比列岛前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世人中复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会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圣圣神，也是个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统，这赦免、众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免。大家来启用文第55，马太福音第6章，我来启，请咱兄弟姊妹来引。唔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来操烦。
性命敢毋是比食面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建造，无修行，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敢无比因较贵重？恁奈会遇到要穿什么操环？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在活，明仔载互人翕落花炉。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所以恁毋免操烦讲要食什么。遐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就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大家来读上帝话。今仔日咱要来读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10节。约翰福音15章第1节。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种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侪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恁着不时甲我结连，我就不时甲恁结连。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什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翕出去外面，捡规堆翕落火烧。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什么，求就甲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表示恁是我的门徒。我的爸会为伊安尼得到荣光，亲像爸有疼我，我嘛有疼恁。恁着不时踮伫我的内面，踮伫我的疼内面。恁若遵守我的命令，恁会不时踮伫我的疼内面，亲像我有遵守我的爸的命令，不时踮伫伊的疼内面。愿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感动咱的心，会当去行。一时赞美，圣歌队今仔日要赞美的是我，坐伫宝座顶，献给羊羔，甲主是葡萄树。
坐伫宝座顶献给羊羔的主，伊是葡萄树，咱拢是树枝，咱着甲主结连，树枝的旺盛会当结丰盛的果子，咱着常常甲主结连，伫即丛葡萄树顶面。正道，今仔日方荣牧师要甲咱分享是连结基督，我是葡萄树，恁是枝。平安，感谢上帝，也感谢区牧师甲小会邀请我，会通伫树林教会庆祝130周年的时间，来甲大家分享上帝的话。我只能够讲到这里，是。再讲下去就破坑，那么我想，非常感谢主，让我能够来分享上帝的话，心中感动非常，因为的确也曾在这里服侍过。非常谢谢喜牧师的细心让我能够在这里能够与大家分享上帝的话。昨天我们也讲了有关于连接基督，我用这个神学的理解、圣经的解释以及实践的行动，来表达这个连结的观念。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的经文。昨天讲的是观念，今天呢也再一次来理解这个观念是怎么样形成的。昨天讲的是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就藏在你的里面。今天我们讲的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么这个情况到底又是怎么样？葡萄树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那么进入第一点，就是主是葡萄树。然后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他在第5节，15章第5节又讲说：“我是葡萄树。”他讲了2次，可见葡萄树非常特别。不然，耶稣基督不会在一段的经文里面讲了2次：“我是真葡萄树，我是葡萄树。”而讲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让我们知道，葡萄树是特别的。那么他讲说：“我是真葡萄树。”这样，在这个语境上，我们就知道，如果有讲真，那么就一定有假，所以当然所谓的假，不是真正的假，而是它不能够结出果子的那种假。当然，今天有很多的宗教的领袖，他是假教师，那个是真的假。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我是真葡萄树，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也有假的，那么就是不能够结果子的葡萄树。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不管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与西结书，都一直用葡萄树的方式来比喻以色列人。特别是以赛亚书，他在第5章告诉我们说，上帝栽种葡萄园，以色列就是上帝所栽种的葡萄园。但是呢，上帝期望能够结出好果子，但是他们却结出了野橄榄。不是野橄榄，野葡萄。结出了野葡萄，结果呢，他们的结局就是被火焚烧，对吧？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来到了新约圣经，在对观福音书，就是马太、路加、马可这3个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用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来比喻那些园户，他们没有尽上他们应当尽的本分。这辜负了园主的心意。那么我们看到说，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这样的一种宣告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并没有结出好的果子，以致当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第15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我是真葡萄树。”告诉我们说，他是靠着他，你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有人讲，在广大的这个植物界里面，没有一种植物像葡萄树那样的特别。特别的是，它跟表达了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特别。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讲这一点。还有呢，它的特别就是这个葡萄树，它的果子还有它的籽，它的富有
非常的灵性。什么灵性呢？就是你吃了它之后，你感觉到有一种的快乐，能够激励人向上的一种力量。葡萄竟然有这样的一种作用。还有呢，葡萄树它的那个属性是非常的特别的。为什么呢？非常的邪僻。我们讲所谓的邪僻是什么意思呢？是它本来是很有价值的，但突然之间没有了，就可以丢进火里面被火焚烧。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很有价值，但是突然间就毫无价值。那葡萄树也有它一种特性是什么呢？它一定要不断的在修剪。那么在这个园丁里面，它给它所谓的我们所说的细心的照料和这个浇灌，它才可以成长。然后呢，我们看到说葡萄树的特别呢，也在于，如果它一茁壮成长的时候，它就结果累累。没有种在植物界里面像它那样结出这么多果子来。哪一个？榴莲吗？香蕉吗？也没有，不像葡萄结出这么多的果子来。它是非常特别的。那么我们看到说，这是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的原因。我记得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的孩子在我读神学的时候，他来台湾来看我们，所以我跟师母还有孩子，然后就在有一位神学生，他在台生就说：“林牧师，我们可以带你到这个信义乡的这个丰丘教会那边去过圣诞节。”那一次我就去那边过圣诞节。坐了很远的路，第一次上到那个信义乡，好像南投嘛，在那边，他们的圣诞节是非常特别的，是在这个什么时候庆祝？是凌晨4点半开始去报佳音，我都爱困了他就叫你去报佳音，报佳音回来的时候还有运动会，整个人都虚脱了，还要给你运动会，晚上还有赞美晚会，非常特别，我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一种圣诞节。那么除了这个参加他们的圣诞节之后，我也品尝了他们所给我们吃的这个巨峰葡萄，巨峰葡萄，据说它是全台湾最好吃的巨峰葡萄，不晓得是不是？这个信义乡这个丰丘教会，他有一位长老就自己栽种了葡萄，他就给我们几串来尝。他说：“葡萄的他要细心的照顾，他的一串葡萄最多只能够45到50粒，可见他的那个维持的那个数量是非常，一串就45到50粒这么多。”然后他说，葡萄上面所拥有的那个一层白白的沫，请不要用水洗掉，用这个纸巾跟它抹掉，不要，因为那是葡萄自己产生出来的果糖。那你吃下去，他说一点都不可以浪费，整粒都吃下去。结果我们那天我们跟师母吃了好多粒非常的享受。至今为止，我还没有吃过任何好吃的巨峰葡萄。一直想念那一个葡萄，所以大家想想，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讲的是如此的丰富，就好像他说我是好牧人，喂养生命，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加的丰盛，就像葡萄树所结出的葡萄籽一样。这个让我们看到，那么呢？更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葡萄树所要给予枝子的是它的全部。在这里，葡萄树在从地里面所得到的养分，不包括所有的水分，还有这样的甜质，全部都给了枝子它所有的都给了枝子。因此呢，我们可以说，葡萄树是枝子的父母，也更是枝子的仆人。他同时是养你的，他同时是什么？听你的，这是很特别的一种情况。耶稣来，他将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他同时他也把他的丰富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曾经对父神这样说：“我将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也赐给那些相信我的人。”这个荣耀是非常大的。
我将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也赐给那些跟随我的人。同时呢，照着我所要做的事情，跟随我的人也要做，而且做这个比我更大的事情。他将这么伟大的事工作赐给了我们，凡是相信他的，他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何等的福分！葡萄不为自己而活，葡萄是为什么？为枝子而活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我在想，很多的基督徒埋怨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为主而活呢？为什么今天在这里诗班一定要献诗呢？对吗？我们一定要服侍主吗？我们一定每天要读经祷告吗？我们一定要认识上帝才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都是次要的。认识主、爱主和服侍主，这是我这一生的观念。所以我想大家也是这样。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上帝是不是很专制呢？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这样想也没有错。但是呢，你想想，葡萄树怎么样把他自己给了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的性命。那么今天我们得以有这样的一种的生活，借助这么美好的果子，岂不是因为葡萄树的关系吗？然后你身为枝子的，有什么好夸的呢？那么我们讲说，今天我们服侍主，为什么讲说不舒服、不愿意、不顺服这样的一种情况？我想，如果大家明白葡萄树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葡萄树为我们做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有的。再来，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或者是我是葡萄树。”当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我是葡萄树”的时候，已经讲了第7次“我是”，“我是”这个字，“我是葡萄树”。其实，如果在整本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他讲了总共是7次嘛，对吗？大家知道吗？耶稣基督讲了7个“我是”。第一个是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第二个讲的我是世界的光。第3，我是羊的门。第4，我是好牧人。第5，我是生命和复活。第6，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第7，我是真葡萄树。耶稣基督讲了7个我是。当然，我们讲说他讲了7个我是，代表什么？7个我是代表他就是上帝。I am who I am。我就是那位，我就是创始成终的那位耶稣基督，我就是天上的上帝，我就是神，他跟神同等。I am， 我就是。但是当他讲 I am 的时候，我就是的时候，他同时讲，我是为了你们，我是爱你。大家想想，我是生命的粮，指的是什么？他把它给了你。我是好牧人，他为你舍命。我是羊的门，你就透过我，你才能够得生命。还有呢，他讲，另外一个是我是生命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个我是，都是把他的生命倾倒给我们。他说我是葡萄树的时候，讲的那个意境更加的高超。为什么呢？来到最后一个我是的时候，他就比喻他跟那些相信他的人的那一种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为什么呢？枝子是不能够离开葡萄树的，它是完全倚靠葡萄树的，不能够自己生活的。我们看到说，这个儿子不一定完全倚靠父亲。你看，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远远超过儿子跟父亲倚靠父亲的关系，也远远超过羊倚靠牧人的关系。因为如果枝子没有葡萄树，它肯定会枯死。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种比喻，让我们知道耶稣说我是葡萄树，特别非常非常的特别。第二，我们看到说耶稣说我们是枝子。大家知道吗？耶稣基督在这里所描写的这一幅图画，葡萄树的这幅图画，它的那个主要的词句不是葡萄树，而是枝子。特别我们讲说我是葡萄树，应该主词main words 应该是葡萄树，但是不是？
它的主词竟然是枝子。原来我们看到说，这里耶稣基督所看重的不是葡萄树，是这个葡萄树，而是我们这些身为枝子的。一般上我们都认为葡萄树的重要过于这个枝子，因为只有葡萄树供给这个枝子，枝子才能够开花结果，才能够在园中有地位，才有那个生命，才有丰饶，对吗？但是呢，我们刚刚说，当他讲到说你们是枝子的时候，主词竟然在我们身上。我们讲说，枝子不能够没有葡萄树，但是呢，同时葡萄树不可以没有枝子。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那我们讲说，枝子不能够有葡萄树，那不亚于葡萄树不能够没有枝子，它是同等重要的。这是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给这个比喻，大家要重新思考。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枝子，葡萄树就不能够结果。如果没有门徒，没有我们，谁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去？所以，上帝自己吗？不可能，上帝就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就是这些枝子。耶稣基督看重枝子的那个地位，远远超过我们所想的。其实这也是上帝自己所立的约定。这个约定是什么呢？他就是把那些凡是信靠他的人，给他们一个极重要、极荣耀的一个身份，就是在地上不能够没有他的信徒。重要啊！所以今天不能够小看我们自己，我们是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地位是崇高的。为什么呢？我们要结果子，这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这个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棵葡萄树真的是非常的谦卑，他将自己跟我们绑在一起，我们依靠他，竟然他也依靠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依靠神，然后说，神竟然可以依靠我们，想起来这个神学不通。但是耶稣基督就是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说他是什么？他屈就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长。所以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的时候，今天如果我们不回应他所给予我们的呼召，我们真的是辜负了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恩典。再来，我想要跟大家所思考的，一个是我是葡萄树，另外一个是我们是枝子。还有呢，葡萄树跟枝子之间的关系到底又是什么呢？让我们进一步来看这彼此之间的关系。改教加尔文他非常喜欢用嫁接这个字来表达这个，就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是我们是嫁接在这个葡萄树上。我们昨天晚上有讲到嫁接这个字，但是没有再进一步的解释。嫁接这个字就把它嫁接在这个葡萄树上。为什么要用嫁接呢？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是葡萄树，但是呢，因为这个葡萄树没有结果子，反而是结的是野橄榄，结果被上帝给砍下来。所以砍下来的时候，上帝就让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有机会就结上去嘛。所以我们是野橄榄结在这棵葡萄树上，所以我们就叫做嫁接在上面，嫁接上去。我们很少用嫁接这个字眼对吗？有什么时候用到嫁接这两个字？没有啦，只有农夫才会用了农夫才会用嫁接，做农的才会嫁接，借资嘛，我们叫借资我们很少用嫁接，我们用嫁祸就有嫁祸。我们什么叫做嫁祸呢？我们世人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那么以致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上帝要把他的独生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我们嫁祸于耶稣，那还差不多。我们很少用嫁接，但是嫁接是什么意思？嫁接的意思就是，当你要把一个新的枝子放在这个树枝上，这个老树上的时候，你要在这个老树上砍一个伤口，
砍一个伤口，那么有一个所谓的定型的伤口，都让这个新的枝子接上去，然后把它绑在一起。每一次借枝，这棵老树就受伤。大家想想，每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去想到什么？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每一次你相信耶稣基督，每一次你回到他的面前，他为你流血，他为你受伤，这就是嫁接的关系。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当我们嫁接的时候，这个老树的那个坚强的枝叶，它的那个生命，它所成长的力量，就给了我们这些枝子，以致我们才能够茁壮成长。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在死的形状上与耶稣基督联合，以致我们在复活的事情上才能够与耶稣基督联合。这就是他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与耶稣基督的连接是耶稣基督的邀请，因此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就好像我常在你们里面。但是我常在你里面，你常在我里面，表达的是什么？用什么东西来表示？那就是用树枝，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来做连接。我昨天晚上用了生一个儿子和领养一个儿子来做比喻，让我们理解所谓的彼此连接的关系，对吗？我昨天晚上如果大家有来的话，就听到我们生一个儿子，我到今天为止我自己讲，我自己还不太能够理解，我生了一个儿子，我竟然跟他就有生命上的连接，到底这是什么东西来的？大家明白吗？你生了一个儿子，你就跟他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但是你生了这个儿子，你要之所以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不但你生他，你要养他，你要教他，还有每天跟他接触在一起，那么你才有密切的关系。那个关系是不能够分开的。对，一旦分开，大概那个关系就不是很好，很正常。所以呢，我们讲说，他必须在你的生命当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从血缘的关系来看，儿子跟父亲是因为血缘把我们两人连在一起，但是还有一个人跟我们有生命当中非常亲密关系的人，大家知道是谁？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内人，我们是外人，他是内人，这个人跟我们有密切关系，这个人不是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他姓马，我姓林。然后我讲我林家的人东西都是我林家的事情，那跟马家没有关系。但是一旦他跟我结婚了，这个马巴人就跟我结婚了，那他就成为我们林家的人。很奇怪，但是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就是成为跟我生命马上就联系上了，而且他比我们的孩子更加重要。之所以是他比我们孩子重要，是因为他跟我们的生命的连接，比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的生命连接更加的重要。很多人以为把我们的孩子当作是我们的骨肉，那是因为我们错读了创世纪第2章。大家知道创世第2章讲什么呢？亚当对夏娃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人要成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所以女人是男人的骨肉，对吧？所以孩子不是我们的骨肉，孩子是我们的后裔。今天我们生了一个孩子，非常高兴，这是我的骨肉。天哪，那是错的。大家想想，骨肉会离开你吗？骨肉是不会离开你，你会把你肉割出来一段给人家吗？不会啦。你的儿子会跟另外一个骨肉跑掉的，不是吗？他结了婚就离你而去了。圣经讲说，离开父母，两人成为一体。天哪，他是谁？那个人是我的后代，他是我的后裔，他不是我的骨肉。如果他是我的骨肉，他这一生就跟我粘在一起，永远不离开的。今天有很多的家庭发生问题，是因为不理解这个观念，把孩子当作是他的至宝，然后把他的内人当作内奸，不是，内人不但加内人，还加上内奸，然后就贱人那个贱，然后就贱内，不是内奸啊，贱是贱内啊。
贱内跟内贱差不多了啊。错了，跟我们世上最亲密的人，那个就是我们的骨肉，就是我们的内人，就是我们的太太。她虽然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跟我们一旦结了婚，她就跟我们产生了人生最亲密的关系。她比我们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不是吗？对吗？如果你把你的儿子比老婆更重要，那你是错解创世纪。今天就悔改，真的。那么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比我们的生命更加亲密的是什么？我非常喜欢这个管道生的《我侬词》，不懂大家会唱吗？我们这个年代应该会唱。我侬词，你侬我侬，特煞情多嘛，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我，塑一个你，然后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哦，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我和你怎么样？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就生在同一个床上，死在同一个棺木，这是非常符合创世纪的夫妻神学。世界上没有一种关系像夫妻这样的亲密，没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还有一种关系比夫妻关系更加亲密，那是什么？葡萄树跟枝子。怎么样说呢？当我们用这个比喻来做这比喻的时候，我们再次思想：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不单单归入教会，也归入耶稣基督。归入耶稣基督指的是什么？我们是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同时呢，当每一个主日第二个主日，我们来圣餐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吃耶稣的肉，喝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就好像在他的里面，他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就好像这个约翰福音13章第8节所说的：“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你我。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受洗归入他，这是很大件的一件事情。所以请大家不要小看洗礼。我们教会真教会的2个标志，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指的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洗礼就是一个福音的见证，每一个圣餐就是福音的见证，因为我们是归入在上帝的国里面的一个表达方式，而且这样的关系呢，是比父子、比这个夫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因为夫妻、父子关系有一天会断掉的，但是呢，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永远不会离开的。所以我们想到这点，我们心里就非常的感动。他讲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重新思考的。那么，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他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他不是用高压手段，他不是用命令，他不是用诙谐的话，而是他说：“因为我为你们舍了自己，所以我们是属他的。”这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我在想，我在用娶一个老婆的那种关系，让大家重新了解。我们跟我们的太太一结婚，我们就马上与她有连结。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生了一个儿子，我们马上就跟他有生命上的连接，一个是父子情，一个是夫妻情。
但是如果我们一旦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马上跟他有了所谓的生命上的连接，那就是耶稣情。我讲用耶稣情，我们就跟耶稣基督有这一生有剪不断的情，我们马上就跟他连接在。所以因此与耶稣基督连接是一件非常可以想象得到的，就好像我们的父子关系，就好像我们的夫妻关系那般的自然。不过就如我所说的，这种关系一定要常常连接，不然的话呢，就有出现问题。就好像比如说，你跟你的太太1个礼拜不讲话，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我1个礼拜不跟师母讲话，我相信我是大祸临头了。你干什么不跟我讲话？怎么可能哦？你怎么可能1个礼拜不跟你的太太讲话？不可能，你每一天都对她讲话。我再说，我这次San Patricio，这是安息年，哇，第一次生命第一次头一遭，跟师母啊，从来形影不离，而且她从来都没有离开我超过这个30步50步之外啊，哇，非常的痛苦。幸福非常。你想想，有一个人这几个月来从来没有离开你的眼视，你的眼能够看的地方，他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跟耶稣基督岂不是这样？大家想想，他怎么可以离开你的眼界之外呢？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葡萄树跟枝子必须是每一天的连接，不可能中断。只有我们借在这个永恒的生命树上，我们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在我们这次的培灵会当中，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 logo？ 也在网上有给大家看那个 logo。我们这2天的培灵会但最重点的不是我的照片啊，我的照片也蛮不错的，看起来但是重点不是我的照片，重点是我看到它有2个 logo 在上面，一个就是所谓 WiFi 的 logo， 意思是，我看到这个海报的时候，我就想，与基督连接，是不是我们能够常常用 WiFi 跟耶稣基督连接？与基督连接着 ，Are you connected with Jesus Christ? Are you connected? 我们每一天说，这边有没有 WiFi 啊？这边有没有 WiFi 啊？但是我们是每一天想，今天我们是不是跟耶稣基督连接上了？有没有连接？这个才是我想是一个重点。因为圣经讲说，我们是 abide in Him， 所以我们是与他连接，所以每一天都要 connect。所以我想说，请大家可以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然后在你的 LINE 里面加了一个叫做耶稣的账号，可以吗？加一个耶稣的账号，有吗？我们可以加嘛，加一个耶稣的账号，你有什么话你传给他，每一天跟他讲说：“耶稣你好吗？你吃饱了吗？”没有，不要问那种没有意义、没有营养的东西。今天我们每次来去都是没有营养的，对啊。我们来去都是没有营养的东西来的，而问人家吃饱吗？没有营养了，对吧？只是问候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都不太有营养。但是我们就是喜欢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跟耶稣赖啊。耶稣啊，我今天怎么样？耶稣啊，我今天的心情怎么样？耶稣啊，请你帮助我们。耶稣啊，怎么样？耶稣，我今天很高兴，为什么？今天我在想，我们不太会懂得赞美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所有的自然界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的东西看为自然。如果你走过路边，你看到一朵小花，你会赞美上帝吗？不会啦，你把它踩了，对吧？其实你看到一只飞鸟，它怎么样在觅食，你也感谢上帝啊。你看到这个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你也会感谢上帝的，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你与耶稣基督结连，你就在父的里面，就像我昨天所讲，那是特别伟大的事情。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赖他。
那么我们怎么样在他的里面才能够成长呢？我在这里讲了3方面，但我不多讲。第一就是常在他的话的里面，第二常在他的爱的里面，第三就是常被他修剪。那我了解士林教会，我觉得非常好。士林教会每一天都有人把那个 line 发出去嘛，对不对？发出去，好像有人写每日灵修，我们就去读。不懂大家每日有没有跟着这个风来读？有哦，或者是你有自己灵修的方式来做灵修。但是意思是每一天我们要读上帝的话，每一天要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查经，这样我们才能够应用上帝的话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你有没有立志1年读完1篇圣经？有没有？有啊。现在在哪了？在哪里？死在埃及啊，死在红海啊，或者把自己献上在利未记。我们有没有？不管你今天在哪里，不用紧，明天开始打开主的话。耶稣说：“你要藏在我的话的里面，你才能够跟我连接。”我在上个礼拜跟师母2人真的是生在同一个金石，在同一个果，对吧？我们2个人一起食物中毒，这样的事情也要连在一起，真的是2个人竟然食物中毒。中毒了过后，哇，大概差不多虚脱的要死，上吐下泻，很辛苦。然后最后不得已第2天过后没有办法要去看医生。2个人就拖着那个身体去看医生，看了医生，本来想应该看那一家的，然后不懂上帝怎么样引导，祷告的时候，上帝让我看另外一家，他的名字叫恩友诊所。恩友诊所看起来像基督徒基督教开的恩友诊，去了够，哇！没有人，就1个人在那边。我以为那个人是所谓的收钱的，原来他就是医生但是那个人就是我就是不错。为什么进了这个诊所不错？为什么？我去看他的那个书架上面写说信耶稣得永生。这个医生正在传福音啊。然后在他的那个所谓的收的单子里面有讲到说恩友聚会，他教会聚会的时间。然后过后有1个人进去看了医生出来，那个人就说：“哎呀，医生啊，你的医德非常好啊，我非常感谢你。我是信一贯教的然后我不懂用什么来表达，你们基督教不懂用什么表达我对你的谢意。我们是讲你功德无量然后我跟他讲说，你应该讲说感谢主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医生他本身的医德，就因为爱主的关系，就呈现了一个多结果子的形象来，了不起，了不起。我们看他的时候，我们心中也非常受感动。这个是一个虽然是1个人做，1个人拿药，1个人看医生，但是那是因为那天刚好是3月1号。公共假期所以他就1个人负责。但是我为他感谢上帝，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我们要在上帝的话的里面，他把他的上帝的话放在他的 clinic 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是非常好的令人感动的。还有我要常在主的爱的里面。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的里面。你们如果遵守我的命，就常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常在他爱的里面。”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爱你们，就像我父爱你一样”，那种的爱是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因为耶稣所讲耶稣不是讲我爱你，就好像母亲爱孩子一样。我爱你们不是像夫妻丈夫爱妻子一样，不是。他说我爱你，就好像我父爱你们一样，爱我一样。大家知道我父怎么样爱我吗？圣父怎么样爱圣子？那种的爱是长阔高深，不能够理解的爱，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父爱子在创世以前，他们就已经彼此相爱，3位一体的上帝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所以他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是一个爱的世界。所以他说父爱子的爱，这般伟大的爱，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也爱父，
所以因此呢，如果你在我的爱的里面，我就常在这里面。意思说，我们明白基督的爱的话，那种舍己、这个牺牲自己的爱的话，我们就会晓得爱我们主。另外，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要在主里面多结果子，我们也要常被他修剪。刚才我所说的，我去这个这个信义教会这个丰丘教会，他那位长老他跟我讲，他说我们的这些葡萄树，其实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要修剪的。我说啊，葡萄树一长大的时候啊，成长的它是要修剪。他说有一些是主枝。主要的枝子，有一些是副枝，就是正负的副枝。我说有副枝的主枝的吗？他说有。他说我们这些修剪的人要懂得怎么样看，哪一些是正枝，哪一些是主枝。那些主枝呢，你要把它留下来；副枝呢，把它剪掉。这样的话呢，那个副枝呢就不会影响那个主枝成长，就不会使到它的葡萄不会甜，或者是长不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天都要把那些副枝剪掉，不必要的，影响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影响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影响你跟这个土地之间的关系，你都怎么样？你都应该把它剪掉，把它删减掉，把不要的，以致我们今天才能够结果子。今天如果不能够把那种多余的拿掉，不好的东西拿去。或者拦阻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或者拦阻我们侍奉上帝的东西，我们是否把它剪掉呢？还是你一直想要保留起来？那么使到我们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耶稣基督是葡萄树，他已经为我们舍了自己。今天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够为他舍的呢？还有哪一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特别是我们的手机，我对手机非常敏感，不是敏感，感冒。我是极度厌恶它，但是极度需要它。为什么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受手机的影响？它是个影响我们跟耶稣基督连接的其中的一个拦阻。当我们常常放下手机，与基督亲近。最近有一部戏非常轰动全球，大家知道什么戏吗？华人戏啊，就是哪吒二，哪吒还是哪吒？哪吒！天哪，不是哪吒吗？哪吒，哪吒叫做哪吒。天哪，我的那个华文字错，哪吒二，哪吒还是哪吒 ？NUO。哪吒二啊，哪吒二就哪吒二啊，哪吒二它的票房现在已经到了大概140多亿或者150亿的这个人民币，超越了过去所有的，几乎是在整个电影界里面史里面排行第8的，所以了不起的一部电动化这个哪吒啊。那么哪吒二的很多人现在非常火红，我看到有一些人的头发在后面剪了一个哪吒的那个头型哦。那么哪吒的那个哪吒吗？哪吒二他的有一句主要的话，如果有看的人就知道，他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我非常的，就是说他受了很多的怒气啊。他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他就任意而行啊，做他要做的事情。我想这句话对我们现代人产生很大的共鸣。我的生命由我来掌管，不由天来掌管，也不由别人来掌管，对吗？他这句话就应验了有一句话是“人定胜天”。我们要做，一定赢过天。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有哪一个人赢过天的？有哪一个人的生命由自己掌管的？没有，我命不由天呐，不由我。所以，因此我们重新来思考这句话，
给我对于这个主题来说有很大的一个反应。因为今天的人都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的行为由我，我有空才来见耶稣，我有空才来教会崇拜，我有空才来服侍，是由我不由天。你信耶稣基督，你还是依然顾我，对吗？哪里是由他？但是耶稣基督说，当我们与他的生命连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给你莫大的恩典，那么呢，我们就要讲我命由天，不由我。保罗说，如今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愿主帮助我们重新来思考，在我们庆祝132周年的时候，来看耶稣基督与他连接的情况。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里面。你们里面。”他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样我们就长久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这个比喻，让我们明白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我们恳求你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动起善功，让我们常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结出果子，荣耀你的圣名。交托你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做伙起立，伫主的面前，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荒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主，我们要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坐。第七位，请坐。让咱比把咱的心奉献，来吟诗歌献做偌济，我的钱银献予你。
咱当心来读本周的金句，咱用华语读一摆，用台语读一摆。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来请。约翰福音15章5节：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我是葡萄树，恁是枝，我甲伊结连的，结真侪果子。为无我，恁袂当做什么？愿上帝的话常常刻条伫咱的心来行。这是咱要欢迎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头一位是吴佩华小姐，真欢迎你。咱边仔的人会当介意来握手来欢迎。第二位是陈义光长老夫妇哈，先来欢迎伊。伊是杨青妹长老伫纽西兰的好朋友，也是伊的属灵的老师哈，请坐。这边去年11月，咱有一团青妹长老带这个团，咱去到伫纽西兰，也受到陈义光长老夫妇和教真好的招待，伫遐有真好的享受伫伊的农场内面，请咱会后会当甲陈长老夫妇，咱会当来三交陪。毋知阁有其他无介绍到的新朋友无？无咱三个来关心教会圣工。今仔日是本会设教132周年培灵会，感谢林丰英牧师前来本会培灵证道。后礼拜主日早起10点，儿童主日学亲子礼拜伫教育馆。礼拜了后，邀请牛雄公医师分享，一起在孩子挫折中成长。要收获，先学怎么栽。3月14拜五暗时8点，伫礼拜堂举行祈祷会，请兄弟踊跃参加。3月15拜六下晡3点，单一安祭司甲何珠如祭司伫本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暗时6点半伫台地典华举行婚宴。迄天幼师无开放停车。婚礼了后，备班有3个班次的交通车前往台地典华。下晡4点45、5点、5点15分对士林国中出发。2025国内底选队东港招募中，士林场7月初2到7月初5，日新场7月初8到7月13，欢迎兄弟踊跃报名参加。若要报名，请扫 QR code。7月初3到7月17，我爱台湾宣教营 IOT 国外青年会来本会，需要4个接待我大家庭，互咱做伙合适宣教队接待开始。欢迎有兴趣的兄弟到办公室来提我大家庭申请表。对3月10日开始，敬拜赞美礼拜开始有儿童陪伴员伫1楼亲子室。欢迎有需要的亲子家庭安心领受礼拜。本会定3月30日下晡7点举行士林教会信徒联合队史礼拜。若要参加的家庭，请往办公室报名。报名表请到招待道也是办公室摕。要报名的嘛爱填写报名表。头一届报名也是要换相片的，请伫3月10日进前将报名资料交至办公室。上帝，互咱踮伫教会生日的时阵，会当得到恁牧师真好的勉励，也盼望通过咱今仔日的领受，
教会当搁有一个新的阶段。拄啊介绍的时阵，大家因为相识嘛，毋是第一摆来。毋过，咱嘛有缘爱介绍一下林牧师牛哈。师母还是要起来让我们欢迎一下。是的，虽然说在我们中间好几次见面哈，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师母跟我们在一起哈。还好有这个 sabbatical， 天天让他看得到，天天真的是体会黏在一起的好处哈。除了拄啊，咱所看到遐个教会事工，不管是咱咧讲到暑假宣教的活动，还是讲咱有国外的青年来咱的接待，其实讲咱特别是30下晡有联合追思礼拜，咱会当三甲参与伫即个中间，孝念咱的士大人以外，咱嘛希望咱最近学习，亲像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吼连结伫个基督，互咱会当迈向成熟。基督徒伫即个世代，咱要安怎会当充分运用上帝所予咱的使命甲才调成做一个好的管家迄个有影，敢若亲像拄啊林牧师咧讲的吼，即个手机要安怎会当成做咱使用的工具，毋是成做阻挡咱甲主耶稣连结的一个撒旦吼。所以恳求主帮助咱，尤其是咱会当常常祈祷连结主神仰望上帝。所以咱即时嘛会当将咱家己本身，你的事，你头前的路站、家庭，还是你的事业，你家己的工作、课业，这拢会当提出来祈祷。咱请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同心祈祷。天父，你的主听上上帝，我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教会的主题，听到你极大的听，恳求主你真正祝福你家己所设立的教会，互阮踮咧这个所在，搁一摆来仰望，看到主你的听。主啊，我来恳求你，特别是祝福看到你的家己的工人，无论是什款的职分、什款的所在，我恳求你因带保守，阮头前的服侍路站。主是，亲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互阮会当斗阵同心来敬拜。主啊，当每一次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享受敬拜的喜乐，我们也要领受使命，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每个阶段、每个场景、每个决定的时刻，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做决定的。恳求主，你继续引导带领我们。我们特别要为这些牧长来祷告，也为林牧师祷告。你为他前面服侍的道路继续来重用他。主，我们知道，因为无论他走到哪，你的话就要让他跟到哪里去，在那个地方来宣讲。我也特别要恳求你，祝福看过伫阮中间，灿真牧师主上帝你引带伊一个新的阶段。阮恳求圣神啊，甲阮斗阵，互阮会当看到你的心意。阮家己要决定要思考的时阵，无离开你的心意。感谢主，继续使用你家己的路卜。阮也有真侪同工同伴，廖明发牧师侪点的各领域，伫咧服侍遮长老遮的牧者，恳求主你一个一个。照你家己的旨意来成全，通互阮会当讲，愿主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搁一摆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仰望交托伫主的圣手，愿你看顾保守，互阮的身体甲阮的心神，拢会当得到健康成熟，通好踮咧即个世代变化多端，多条件，物质化。有甲无差别真大的中间，阮犹原会当自神仰望你，通好在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所要引出以爱阮见证的，搁一摆恳求你的主爱怜悯，拢无离开阮。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大家来上演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线，请林牧师祝祷。
让我们这时候以信心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密道避讳，